好，请问去哪位？我要去申请查头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哦，医生行查条是200元，同跳表差唔多价值啦。好啊。欢迎来申请查条，也查条嘅历史超过100年，融合欧式同日式嘅结构建筑，条哥还係我哋台湾中港铁路嘅最高點喎。哇，我等唔切了。附近呢係咪有咧龍騰斷橋呢？係啊，龍騰斷橋沒有800年嘅歷史哦。渡過200台灣總鋪大鐵通，留下來嘅斷橋歷史痕跡，當有意思哦。確實當有意思，今日一定要去。嗰位還有台灣第一座嘅鐵道自行車，歡迎去體驗。聽說都好搞。等下，唔就坐得對申請查條，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，也自行車當新式咯，係2年創新嘅，做得用電池嘅乾轉衣。哇，安新式咯！硬體行嘅安全設計未做到當好，有 GPS 定位同自動語音導覽，鐵橋山線鐵路軌路會經過3板鐵橋同8隻龍，相當值得去體驗看啊！哇，吃到當站呢！到咧，也會就係申請查條。愛子說，好，總了來爽快。